在杜拜举办的气候峰会就要结束啊。有一部分受到气候暖化变迁影响真大的国家，呼吁各国要答应莫阁使用化石燃料。美国甲欧盟是拢支持停止使用化石燃料，不过沙烏地阿拉伯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却是反对甲淘汰化石燃料写入去协议内底。 徛伫大海内底淹水，这是太平洋国家约纳度伫第26届气候峰会时阵，为了强调多数国家受到气候暖化、海平面升悬的剧烈影响所翕的影片。今年 COP28 过2天特别闭幕，多数国家针对化石燃料议题，呼吁峰会对慢慢放弃化石燃料做出更加多的承诺。For COP28 to be a success, I repeat, it needs to deliver both on fossil fuel phase-out, renewables, and an end to fossil fuel subsidies. 包括美国、欧盟等将近100个国家，拢要求在 COP28 上尾后协议内容内底，并被记录上尾后会停用化石燃料内容。不过，这要求煞受到沙烏地阿拉伯等 OPEC 石油输出国家的阻止，呼吁成员国拒绝所有的化石燃料协议。They see that as a threat. They're a little scar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is issue is squarely on the agenda, and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n nearly 30 years, there's a chance that we might have an agreement to start phasing down production and use of fossil fuels. 这是开始办气候峰会以来，缔约国家头一摆针对石油甲天然气的未来做讨论。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嘛认为，若是上尾啊协议内底无化石燃料议题 ，COP28 成功的几率是无介大。而 OPEC 组织对这化石燃料协议内容的行为，嘛受到国际环保团体甲欧洲国家的批评。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